妈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？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，家里有客人吗？没有啊。哦，看见还有一辆车，我以为你有同学来家里玩呢。没，我能带谁回来啊？我放车的时候那车就在那儿了。啊，妈，你们今天都干什么了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唉，别提了，这王大姐真的是有病。前2天刚下过雨，她今天让我们给树浇水。幸亏经过了一个农业学院的老师说，你们要再浇的话，这树啊就给你们浇死了。她这才肯放过我们。啊，那你们怎么知道人家是农学院的老师啊？王大姐一开始不相信，人家出示了工作证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能这么早回来呢？妈，一会儿吃什么呀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？今天下午思想学习，我没去。你没去啊？嗯，学习怎么能少了你呢？小杰回来了。小杰啊，这是小张，黄叔叔一个班组的，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，还是一个组的呢。他叫……我叫张颖，现在是3车间的工人。也是水泥厂的。你好。你好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回屋了。来坐啊。哎，小杰。那个小张姑娘可好了，是厂里的通讯员，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呢。我们家小杰也爱学习的，没事儿总捧着本书，也好写写文章什么的。我文化程度不高，平时就看看什么小人书什么的。哎，快坐啊，坐。胡说什么呢？小人书啊，你怎么爱看那些呀？文化程度不高嘛。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？是的呀，没学好。胡说什么呢？那我刚才听你爸说，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。对呀。矬子里拔将军的，没人了。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写那个什么，电焊法，哎，你不是还会讲俄语的吗？小张同志，抓不抓谷子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妹妹可厉害了，一下能抓4个。哎妈，要是那谷子拿出来，那小张同志是……小张，快喝水啊！谢阿姨。那晚上咱家吃什么呀？哎，小张同志，一起吃饭吧。啊，对对对，还吃不好饭吗？叔阿姨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在这儿吃了。别呀，别，来都来了，留下来一起吃饭。对对对，一起吃饭吧。别，我真有事儿，下回吧。哎呀，别客气。哎妈，家小张同志有事没听见？有事呢。那叔阿姨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别走啊！待会儿啊，姑娘，别走啊！说你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人家姑娘多好啊！我说了，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，我现在暂时不想考虑这些事。我就知道你喜欢你徒弟，跟你说啊，我和你爸不同意。爸妈，现在厂里啊在搞技术革新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想把这个精力啊都放在工作上面，个人生活的事情呢，晚些再考虑。晚上吃什么呀？
吃个屁！今天不吃了。哎，好好干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多姐，多姐，哎，主任，多姐啊，你上缴的那份技术探讨报告，厂长、书记看了，感到非常满意。看来你前段时间和专家一起工作生活，还是起作用啊。要是你们觉得满意呢，我就算没白忙活。你可真行啊！啊，李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，不简单呐！啊，是，好样的！啊，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，你处理好了，还能相互促进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好好干哈！走了，哎，主任再见。好。大姐，照片洗回来了，是吗？拍的怎么样？特别好。还是你好看啊！那拍照的师傅说呢，想把我们的照片放在橱窗里，说只要咱们同意啊，就把我们拍照的钱退给我们。别放了吧，万一被熟人看见。我当然没答应啊。哎，快来看啊，结婚照啊！周姐，这你们俩不够意思啊！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给结了。是啊，这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知道。对呀，这你过分啊！喜糖喜烟总得有啊！对呀，必须啊，一定要有的啊！有，一样都不少，行了吧？行，就等你这句话呢，我们等着吃饭呢啊！吃完饭还有大洞房。贤，你女儿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都不告诉我们一声，是怕给我们喜糖吧？说什么呢？谁要结婚啊？前进照相馆里摆着他们的结婚照，你还不承认？结婚照啊？看走眼了吧？从小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我看别人能看走眼，我看他还能看走眼了啊！再说了，你就让小芝在咱们的照相馆里头照多好，照好了咱们还可以摆在橱窗里，我们还可以给他免费的。你说照片在哪个照相馆里？前进照相馆啊！我看见橱窗里的照片，我就进去问了，我还问是不是为了宣传拍的照片。他们说是小芝和她男朋友偷钱照的，照相的师傅啊觉得照得好，就给摆在橱窗里了。怎么你不相信啊？不信你自己去看。妈，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说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结婚照，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？他就是周姐。你不是跟我说已经跟他分手了吗？怎么又跑去拍结婚照了？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拍结婚照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？既然你发现了也好，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。不行！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？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，就万劫不复。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。什么感情？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。站住！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了再走。你这么着急，是不是因为有了？我有什么了？
是不是因为有了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真的没有吗？我不跟你说了，你的思想太下流。妈，我要结婚了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。可是你总得搞清楚，他是不是爱你，为什么爱你。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，我是怕你吃亏。你别说了，你说的那是旧社会，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？你别总把人想的那么肮脏。我和邹姐，那是革命的感情，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不管你反不反对，这个婚我是结定了。本来就没有想过你会同意。你要是嫌我丢人啊，我明天就搬出去。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那个什么杰结婚，是不是？邹姐，我管他叫什么杰，我连人都没有见过，怎么能够答应你们结婚呢？你就是不能反对。他是你师傅啊？听你说，他还挺进步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明天带来让我看看。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我女儿嫁出去了，我连人都没有见过，你总得让我见见她，替你把把关吧。邹同志，啊，吃吧，啊，吃饭。啊，阿姨，你就叫我小杰就行了。妈，有你这么看人的吗？你们的事儿，小芝已经都告诉我了。结婚是件大事儿，不能够你们两个私下里决定就决定了。对不起，在我们结婚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没有征得您的同意，确实是我们两个人做的不对。但是这全是我的主意，跟小芝没有关系。所以如果骂的话，您就骂我就好了。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是因为我家里不同意，但是我是真心对小芝的，我非她不娶。你们家不同意小芝，为什么？是我们家小芝不够漂亮吗？思想不够进步吗？工作不积极吗？妈，邹杰家不同意我，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。我见过你的母亲，我知道你们家是红三代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工人阶级吃香吗？哎呀，不是工人阶级吃香，是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。你是个进步青年，工作很努力，
是你们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，难道你不怕小智拖累你吗？我不怕。小智在工作上一直都认真努力，在思想上也是积极要求进步。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一定会一帮一，共同进步的。小智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是我的命根子。虽然我不了解你，可是我相信她的眼光。看你的面相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而且是一个优秀的青年。可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，既然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不说我先考察考察你嘛，也总得先见见面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阿姨您说的都对。妈，这坐下来光听你们说话，菜都凉了。那行，边吃边聊啊。来吃吧。好。妈，小姐走了。他妈妈一副小市民的腔调，想不到儿子还不错，外表周正又懂礼貌。你呀，这事就不该瞒着我，早该把他带回来让我看看，让我替你过过目，考察考察。眼光不错。那你同意我们结婚了？当妈的辛苦一辈子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。既然你主意已定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谢谢。你找谁呀？这里是邹姐的家吧？你是？
您是邹姐的爸爸吗？啊，我是苏芝的妈妈。苏芝。他爸。啊，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是谁呀？她就是小芝他妈。小芝是谁？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。啊，你来我们家干什么？我们进去说吧。哎，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。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。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还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俩已经不来往了。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？那我告诉你吧，我儿子听我们的话，跟你女儿断交了。可是你儿子昨天还来我家了呢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儿子昨天在单位下了班就去了俄语补习班，怎么会有时间去你们家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们现在是亲家了。他们结婚了？我跟你说，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还来胡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啊。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不可能。我也是偶尔看见的，我也是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。可我女儿从家里偷走了户口本，去办了结婚登记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们也看看，你们家里的户口本还在不在？他爸。真的不在了。反正啊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孩子们之间的事儿，反对是没有用的。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们以为我愿意呀？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生气有用吗？我们应该面对现实，我们应该想一下怎样去接受现实。我昨天看见你们的儿子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也不应该再去阻挠了。肯定是你女儿教唆我儿子干的。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女儿这么一个姑娘家，能压着你儿子去办手续吗？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，如果我说是你儿子教唆的我女儿，你愿意吗？你女儿把我儿子拐走了，你还装好人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说的是什么话？行了，你先走吧，我们把事情搞清楚再说。别动手，有什么话都好好说，别动手！还当我是你爸？啊，爸，我现在上班呢，这是厂里，我在上班呢，这是厂子里。我教育儿子，看你们谁敢拦！这是厂里，我在上班呢。厂里怎么了？嫌人多了怕丢人是不是？怕丢人你就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。快，爸，别动！你跟我说清楚了什么事儿啊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全厂的人都知道了，啊，就我和你妈被你蒙在鼓里。你小子行啊你啊！不是说什么呢？咱们去找你厂长说，把你干的事儿讲清楚。不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偷户口本、结婚的事儿。
家之后我再跟你好好谈，行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咱们当着你厂长的面谈。行啊，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。小石他妈来咱家了，不但在家里闹，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。那他说什么了呀？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。走，不是爸。小子，跟我动手啊！不是爸，我没有。哦，你别叫我爸了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我妈去你们家了，她怎么找去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赶紧回去劝劝你爸你妈吧，我妈别又是胡说八道了呀。没事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下了班之后再跟他们好好解释。不行，你还是快回去吧。我妈那个人平时说话不注意。你先把这点活干完再走啊。你还是回去吧，你看你把你爸气的呀。厂里现在推得紧，我先干完再走吧。周杰，你明天再加班不行吗？你赶快回家跟你爸解释解释。快回去啊！怎么？那你帮我把这收拾一下。你快点回去吧。哎，爸，不是爸，你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，爸？哎，哎，爸，不是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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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妈，你是不是去周杰家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找到他们家的？你通讯录上有地址啊。那你都去跟人家说什么了？他爸爸都闹到厂子里来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是说，你们已经结婚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我们俩连手续都没办呢。你傻呀！我那是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他们说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让他们认。妈，我一想起他父母那个态度，我就生气。穷成那样了，还自以为是。周杰这个孩子嘛，就个人条件来说，还算是不错，还算是懂道理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懂道理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？他们家跟我们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。我想起他父母的嘴脸，以后你天天要跟他们打交道，我都替你心寒。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都是你自找的。对，我们两家确实门不当户不对，人家是劳动人民，我们是资产阶级，要嫌弃也是他们嫌弃我们。他们嫌弃我们？你看看他那个家，脏到我连坐都坐不下去。这种家我去过一次，就不会再去第二次。可你这么一闹，会把我们的事情搞砸的呀！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？周杰家的事情他自己会慢慢处理。你现在这么一闹，这局面怎么收拾？什么怎么收拾？我这叫将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将这个军，他们家能同意你嫁过去吗？可这会适得其反的。什么适得其反？我不是也让你骗了吗？现在就去告诉周杰，明天就去登记结婚。这样结婚，我还不如不结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我好心得不到好报，你不结是吧？不结就不用结了。
周杰，是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被我爸给赶出来了。赶出来了？刚才啊？不是，下午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本来我想进屋之后跟他好好谈谈，他也不给我开门。我看他这回真是铁了心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因为我妈到我们家乱说了？哎，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家住什么地方啊？她说她看了我的通讯录。没事儿，我爸反正现在就在气头上呢，过2天他自己气就消了。周杰，我妈跟你爸妈说，你们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。你说，你妈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我妈说，是为了让你爸妈知道，我们已成事实。说是为了我们好。你妈可真行，这不是帮倒忙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想来看看你啊，也许我能跟你爸妈解释些什么吧。别，千万别让他们见着你，见着你非把我吃了不可。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？集体宿舍睡去。走吧。要不，你还是回家吧，跟你爸妈解释一下，告诉他们我们还没结婚。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和你家里人的关系。你听见了吗？觉得也许咱们应该听你妈妈的话。什么呀？明天咱们就去登记结婚。小芝，我真的不想再拖了，嫁给我好吗？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，我们索性就说的干脆一点。我爸妈那边我不想管他们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好吗？周杰同志和苏芝同志，你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。现在，请你们在毛主席面前一起宣誓。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，跟党走，在工作和生活中互帮互助，做一对革命夫妻。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，跟着党走，一帮一，一对红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祝贺你们，恭喜你们！妈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你别哭呀。我女儿就这么嫁出去了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小芝好。今天是一个大喜日子，我们应该喝几杯。我去多做几个菜去。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先住一段时间，然后等我爸妈那边气消了，我们2个人就回去。爸，我想
我想到厂里去看看他。看什么？不许啊！我就给他送几件喜欢的衣服。他要心里有这个家，还有你这个妈，那他自己会回来啊。你把他赶走了，他能回来吗？不回来拉倒，这件事绝不跟他妥协。我就去看看他怎么生活的，行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许啊！这是他们家。嗯。哟，正不巧不在家，那改天再来吧。行。让您白跑了一趟，今天是。哎，哟，贤，你这是去买菜去了？王大姐，巡视工作呢。啊，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，今天特意来找你的。是这样的，我这次来，希望你能在文件上签个字。签什么字？你原来1楼的门面房需要转工。转工？嗯。当初你们借用我房子的时候，我连租金都没有跟你们谈，现在怎么又转工了呢？这不是摆明着明抢吗？你先搞明白好不好？这是政府政策的问题，希望你理解并积极配合我们政府的工作。你放心，组织上也会根据你家庭的特殊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。你们说破天也没有用，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，也是我们苏家唯一的财产。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补偿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也得给我女儿留点什么。贤，你母亲如果知道你把这个房子给转工了，九泉之下会高兴的。苏贤同志，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。行，我觉悟低，我可以签，可是签完了以后我就把他撞死，我也不活了。贤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贤，这次我改天再过来，你回头做做死工作吧。汪同志，哎呀，汪同志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一定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燕子昨天给我送换洗衣服来了，她说本来我妈要亲自来的，但我爸没让。燕子说，我爸这2天身体不好，咳嗽的有点厉害。那你回家看看吧。燕子说我爸气还没消呢，让我先别回去。啊？厂里要搞技术大比拼吗？我也想报名。可不是正式工，你怎么报名？我说错了，怎么你？别人瞧不起我，不会正式工，你也瞧不起我。没有，我哪敢瞧不起你啊？不要报名参加技术大比拼。报名可以啊，但太辛苦了，一个女孩子。年怎么了？妇女能顶半边天呢。再说了，如果我能拿上名次，对我成为正式工也是有好处的。说的也是，那明天我帮你报名。怎么样了？少了3毫米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不要骄傲哦，小同志。
手把手教徒弟呢。闲的吧你，干活去。熬夜的。哎，啊，进入比拼给我报上名了没有啊？小苏，你的电话哪儿打来的？说是你们家居委会的。